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！又到了听通的时间，我是今日要来教大家训练的阿水先生。今日要来教大家的是引法训练。今天呢，我爱和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婆来到电视机前面，听顿先生听下来运动哦。在主要运动之前呢，我等我来先做一些本身体热起来的动作。首先呢，我准备一种凳呢。好，模拟呢哦，要稳定的凳呢哦。一只脚呢，让上去。好，我7条臀脚木柱一次线哦。好，手呢不用7条方，师傅送到后背去，脚板举起来。好，这个时间哦，跳起，好，缩起，跳起，请好，慢慢来做。臀后背也要紧条绑回来，请好，尽量背囊的绑起来哦，再来，好，我们另外一只脚。去用拿上去，好，手板呢7条方，脚板举起来，师傅送到后背去，慢慢来做，我记得跳起哦，请好，背囊绑起来哦，好，莫按你不背哦，绑起来，加油哦！举起来，送到后背去。我记得背囊要绑起来哦。好，慢慢放下来。现在问下一个动作。下一个动作呢，一只手扶蹲凳的，另外一只手呢。绑顿7条下背，好，绑上来，慢慢的放下去，莫蹲起来哦，再停1摆，好，缩起，跳起，请好，要稳定哦，训练平衡感，请好，好，来问另外一只脚。同样绑起来，好，莫蹲起来哦。请好，慢慢来做。我记得缩起臀跳起哦。好，不用下来。好，亚入基本的热身的动作，做运动，首先准备等呢。臀深蹲共用，好，是讲一只手呢会板蹲蹲的，好，深蹲之前呢，一只手会先压放起来哦，好，压放的时间又深蹲下去，莫不要下来哦，要伸出来哦，好，再放起来，好，再不用下来，好，停1摆时间哈，都可以先下去嘟起来，再伸上来。再放起来，有10把难的哦，不用下来，踢3摆，背囊要绑起来哦，伸上起来，再放起来，好，也个会动到肩膀哦，嘟起来，再伸放起来，再放起来，起放起来，动到起来唔怕。好，就尽量做，慢慢来做，下去，伸放起来，起放起来，请好，抓起，压放起来，再起放起来，
原来是都28顺缘哦，加油哦！好，休息一下。好，彤彤啊，等一下稳片哦。好，起好来哦，手办好了。好，踢一下，手先压过来，再坐下去。好，再放起来。好，踢一下时间呢，手不用下来。好，尽量嘟到体内。喺动动拍，再伸上来，再放起来。好，不用下去。我记得跳起哦。加油哦！28顺缘的哦。你脚臀肩膀，28顺缘，高原来哦。加油！黑青圆的话，板凳凳的手可以吹一下力，好，撑住一下，好，撑住压一下，好，准备一下哦，好，休息一下，彤彤啊，拖拖看，好，准备一下，下去的动作呢，脚打个拳啊。7条呢，臀脚趾弓呢，要注意哦，要对准前面哦。好，右脚重心提右边，坐下去，坐下去之后呢，手稳手，好，给等下吼，好，板凳等下吼，啊，右手呢打过来，宽低后背，再过来，好，好，听一摆哦。好，坐下去，稳手，打过来，宽低后背，再转过来，好，慢慢走。可能这个可以抽一台哦，转过去，再过来，好，放起来，坐下去，稳手，转低后背，要注意哦，我这条，假使我痛的话，你莫太大，安尼你好人拍，好，稳手，啊，压只脚，好，左脚要伸出来哦，加油哦，坐下去，稳手，转。再过来，好，休息一下。好，右边那个轻顺缘哦，吹啊。好，休息一下。稳片哦，一样脚打过来。好，脚趾弓，面对前面哦，对准了哦。好，稳左片的哦，坐下去，稳手，打过来看后背，再不用多转来，好，再起出来。停一摆，迄可以的话都尽量坐过台啊，放起来，踩，稳手，要缩起哦，跳起。加油哦！然后阮左边叫我过顺缘的哦，过原来哦，加油哦！好，休息一下。好，用，水啊，好不好？好，赶紧再一摆哦。不用打过来，要注意转的时间，身体要尽量绑出来哦。好，啊右边停一下，好，不会绑出来哦，慢点扑扑哦，绑出来，转到后背去，
再转过来，再让放起来，加油哦！好，好，再一下，那样哦，注意下哟。好，来半边。好，阮左脚坐下去，阮手伸出来，转到后尾，背膀出来哦，再起放起来，真好哦。尽量做哦。好，再一下。哦，好，休息一下。有没有搞动作？他加入好不的冇？请加入团队欣赏来学新的动作咯。做运动、数线宜用先准备等呢。超过前面一些都。叫佢拿好来，竖撑在凳的上面，好，要出力，从身体安尼松起来哦，好，右脚压放起来，慢慢来做，核心顺样的话，竖心顺样的话都下来先拍，脚唔好停哦，脚唔好跌下来哦，唔好跌下来哦，好，用压放起来。好，不用好了，休息一下，用休息一下。好，准备一下。好，肩膀痛痛啊。等下阮左脚个，好用手出力，从身体撑放起来。好，脚离开体内，伸出来，脚板要举起来哦，再不用下来。慢慢来做，要18转是正常的哦，表示讲你脚有喺出力，天天来做，你使唔出安尼唔怕，下来唔怕，伸到去甲最用力的地方，好，一样爱缩起臀跳起哦，好冇力的哦，休息一下。利用拖拖个，准备一下，好，肩膀没，痛痛啊，好，再一次哦，来，撑回来，加油哦，拿好，给我拿好了哟，莫拜拜哦，慢慢来做。冇丢紧哦，迄树木里的话不用下落先拍，好，师傅坐下落一下，好，休息一下，好，不错个，好，树nhanh nhanh呐，好，係，再揾另外一隻腳個，撐鬆了，撐空了，好。加油哦！而家揾右腳要出力了哦，背儂要放出來哦，冇後背哦，請好哦，講完那樣哦，加油加油，要跳起哦，冇掉緊冇掉緊，下來慢一些哦，停一下，下來慢一些慢一些，安尼，你肌力愈會愈進步的哦。好，休息一下。接下來呢，其他等下後背一隻手，好右手，放喺等下方，好左腳壓放起來，身體後背去伸出來哦，
树啊，亲像要养东西，好，我养到前呢，哦，养起来，好，不用鸦片，好，听一摆哦，是同意养起来，不用鸦片，养起来，不用鸦片，我企稳来哦，腳盡量放出來，有冇呀？一個動作咧係訓練我哋右腳，好，企蹲下一隻腳，係做嘅先正確嘅話，唔係師傅嘅片，會是把順遠咯，安尼有錯嘅哦，安尼有正確嘅，誒。好，休息一下。好，師傅，吹啊，嘿，nhanh啊。好，穩片咯。一樣，好，數，看落來。好，穩右腳嘅哦，然後嚟，身體後背，數仰東西，仰開來，好，看我腳方。嘿，加油哦！你冇法度按大嘅法，按你咩唔怕，好，都放起來。按個腳會拿好來哦，冇按你點起來哦。加油哦！誒，放起來，挺好哦。佢是順咗你嗬，有耐心哦。好，休息一下，好，吹啊，好，準備一下。嚟聽一擺，身上呢揾一個方向，往前看。好，一樣，左腳，然後起來，身體後背，仰東西，盡量伸出來，好，不用鴉片。好，冇擺擺哦，按你擺擺又唔錯嘅哦，好，伸出來。那腳趾公啊，會自肉挺來下，好，自蹲挺來下，冇按你擺擺哦，好，自蹲挺來下，放起來，好，好，輕鬆點的，哦，休息一下，好，我哋穩片，一樣哦，然後放起來，下去。然後放起來，慢慢嚟做，冇掉緊哦。腳拿好來哦，嘿，加油哦，嘿，辛苦哦，還是順咗點哦。好，準備一下，好，休息，吹啊。運動之後呢，我哋我嚟做一些讓身體變較強壯嘅動作哦。嚟簡單呢，首先，好，等你準備好了，右手板凳等呢，好，左腳呢繞過去右邊，會拿好來哦。啊，左手呢慢慢的伸上去，好，彎去右邊，縮去，跳去。慢慢嚟做哦，佢感覺講嘅背呢有會放出來感覺，係，縮去，跳去，一片會停差唔多10秒，按個數吼，佢冇法度放出來法，會慢些唔怕，係，慢慢嚟做，縮去，跳去，好，慢慢嚟多進來，好，休息一下，準備一下。好，彤彤啊，好，彤彤啊，好，聽一擺哦，用板凳來，繞過去，拿好來，手慢慢地伸上去，縮去，跳去，係慢慢嚟做哦，
我是把狠狠安尼唔怕，安尼正常诶。嘿，请好，好，慢慢鼓落。好，稳片。用左手反蹲落，好，右脚绕过去左片，手压放下来，伸上去，缩起，跳起，嘿，10秒钟哦。讲牛奶哦，我是把狠狠哦。嘿，辛苦。你们手会帮我们吃的话，可以一起慢慢拍，嘿，可以做到如何？好，慢慢来鼓来。好，彤彤啊，准备一下，休息一下，等一下还能再做第2摆哦。好了，一样右脚。拿过去，拿下来哦，手伸上去，缩起，跳起，缩起，跳起。嘿，讲牛奶哦，挺好，加油哦！好，慢慢鼓来。前面搞的运动，他加油好不好冇？记得你要停顿欣赏，看下来运动哦，安尼个身体同精神，那会愈来愈好。听众，我等下次见。